世界万项代，拢伫咱台湾成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好，我是主持人黄庆琴。你还阁有咧想讲，今仔股市如何，川普安怎？众人着急，恁甲川普是咧讲啥物？恁就回头回阮一个手势，税率写伫附录顶头，写讲有接近完成是无丢题，也阁有川普突然讲台积电投资3000亿，是真也是假？今仔日4位专家到阵来讨论。来，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亚太香港总会执行长邱达成。主持人好，大家好。第二位前公平交易委员会委员洪在良。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么第三位中华经济研究院总研究员王国成。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第四位是资深媒体人蔡玉珍。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首先，咱先来关心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上紧后礼拜会公布对着半导体甲晶片的新的关税，甚至佫讲到讲台积电会伫 Arizona 州投资3000亿的美金，等于是比原本的金额1650亿佫加了强1倍。不过外界却看袂清，唔知影川普这个数字是安怎来？美国总统川普讲，上紧后礼拜要公布对半导体加晶片的新关税。伊是一个 CNBC 节目专访时阵讲，会对半导体加晶片发广告。这是一个个别的类别，因为美国希望伊是美国制造，也个全世界上先进的半导体，绝大部分拢是来自台积电的所在地台湾，客户包括苹果、辉达、高通加超微半导体。彭博社报道，川普一直强调利用关税刺激本土制造业的投资，包括晶片生产。伊找过俄罗台积电扩大伫美国市场的计划。伊讲，美国有世界上上大来自台湾的公司伫亚利桑那州投资3000亿美金，去世界上上大的晶片加半导体工厂。彭博社讲，也无清楚川普所引用的数字来源。台积电按算伫咧未来几年总投资1650亿美金，伫咧亚利桑那州起6个先进的半导体工厂，2座先进封装设施，也有一个主要研发团队中心。因为数字前后无同款，彭博社向台积电加北京要求证明，但是双方拢无立即回复相关的讲法。台积电是伫今年3月宣布，要伫美国投资先进半导体制造，总投资金额会到1650亿美金。这项投资包含着去3座先进原厂、2座先进封装设施，也有一间主要研发团队中心。这个专案是美国史上规模上大的单项外国直接投资案。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咱今仔日会用1点钟的时间来讨论这，唔是讲一个这个旧题目佫讲啦嘛是安尼步来步去。实在上是股市是足侪谣言，出一个就是台积电安怎，昨下佫有这个日本人透过间谍要来偷这个台积电的这个机密的这个资料，那个。佫讲赖总统呢，20%是暂时的，反对党就讲无恁都胡想，事实上是要架着232，要斗阵讲，这是事实，所以才会陆陆续续一大阵的这个关税。不过我要先请教邱老师吼，第一已经继承的20%，这咱看到附录顶头写是讲。接近完成，或者是后手还佫会完成，所以20%应该唔是最后的这个终点站，后可能悬，后可能低，不过咱先来看这个抢劫着台湾产业竞争力的工具机、模具、塑胶制品、饮料、食品、电子材料，本来的毛利啊，20%至25%的工具机啊。竞争者是日本甲韩国，关税差5%，甲咱即摆汇率的关系，对着美国的市场这可能就是无这个竞争力啦。另外模具20%至25%的这个毛利，伊竞争国是日本，关税差5%甲汇率的因素，日本较赢面
啊，塑胶制品呢是小于已经10%以下的毛利啊，伊竞争者的几率差大起，因为东南亚咱就知吼，越南嘛使饮料25%，竞争的是日本、印尼甲越南。这可能在15至20%之间的汇率啦，这可能较有摊面啦，因为啉的物件咱就知可能美国的市场较分众，电子材料小于20%，这就是咱他所讲的2、3G 的条款。邱老师，咱怎看讲对着咱所谓的这个产业的竞争力的影响是真的，一棍拍落去就无啊？咱即马讲的这部分啦，是这个对等关税，对等关税，伊就是甲这个232条款的这个法源的无共款啦。对等关税是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案，就是即马这个美国的这个高等法院联邦法院在挑战，还在攻防啦那其实5月时，美国的国际经济法院就甲川普团队讲，你这不合法。但是川普就无插伊所以讲即马这个继续攻防，就看伊后边的进展啦这个对咱有关系。你睇下讲的迄几项传统的这个产业伊就是最主要的受到这个对等关税的影响咱嘛看听拄仔讲，伊的毛利拢无悬那其实就是这个关税其实啦理论上是美国的进口商爱付。那但是因为伊无可能嘛，无可能还乖乖甲你负责，伊就叫供应链的厂商付。供应链厂商当然就是压缩毛利其实莫讲20%啦，15%嘛是会压缩毛利。你就算甲日本、韩国共款，你毛利你看看遮尔少这可能对后边这个企业的经营嘛是拢足困难。那但是即马你若讲维持这个20%就是讲8月7号，也是讲后礼拜无头讲搁降落话安尼有2个影响，一个影响就是你的这个价格竞争力就无去嘛，你当日本甲韩国就凭你靠价格竞争优势这个情况就会感觉敢若较早迄个韩国当甲美国签自由贸易协定的时候，咱无的迄个情形，敢若有一点类似另外就是讲这个咱头讲的压缩迄个毛利嘛那但是咧，咱即马看来讲，这的物件卖去美国市场啦可能就是占咱所有出口的差不多2成啦，其他8成应该是这个232调查。通型产品。这就是咱卖去美国的较大宗的啦。所以讲，这即马就是咱政府真烦恼的所在。那但是咧，这个232条款，伊是对全世界所有卖予这个美国的这个半导体加下游，是商业那咱干那即马干那讲，干那咱去讨论，我唔知影讲其他国家我哪有去讨论这个232条款有无？那咱去讨论的话啦我感觉有一个策略，咱会当参考。因为川普伊第一任的时阵，伊嘛是232条款对钢跟铝课税但是呢，陆陆续续有6个、迄个经济体豁免就是加拿大、墨西哥日本、韩国欧盟加巴西这种豁免。到尾川普伊第2任阁起来的时阵，再阁甲豁免取消，而且25%起到50%，即马这个钢跟铝的关税，所以讲半导体过来是不是安尼处理咧？因为为什么？因为讲咱即马政府起甲讨论嘛，是不是讨论讲，因为咱台湾的半导体对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很重要，因为232条款就是国家安全条款嘛，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很重要，起码是不是去讨论讲看会当豁免无？你若要靠半导体关税 OK 啦，但是咱台湾的这个高阶晶片，其实是干那阮会当卖予你其他的国家无可能嘛。所以我唔知影讲，起码政府是不是去甲比照这个钢跟铝然后比照迄阵6个经济体被豁免的情况去跟他争取豁免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是应该做的啦，对不？因为232的精神就是讲。我美国若进口这物件，对我国家安全的发生这个影响冲击即马美国的伊本身的智库就已经调查出来讲，你若对232课税话，对美国的经济发展是不利的，对啊，对不？所以讲上会当帮助伊，咱台湾会当帮助伊所以是不是即马去争取这个豁免？你或者是讲你这个半导体你要课税对不？你是不是这个课关税这个
安排，吼，像刚跟李安来先扣一点啊，啊慢慢等你，比如讲你美国有在学生产的时候，你再搁家己有管，啊，但是迄是后边的代志。我这是我即摆这是即摆看讲，因有通安尼谈判无啦？对啦，是咱一厢情愿的想法。但是吼，我听到一个消息啦，吼，这嘛是马路消息啦，讲吼，其实这伊拢摕遐当面来甲你化解啊，伊就真正爱的是爱你的产业去到伊本土来投资，吼，这第一。啊，你投资你就要有线呐，啊，你国家爱有线。你倒位来，所以有就讲，赖总统有讲过，讲这个主权基金啦，吼，啊主权基金动脑筋要对倒来，咱的外汇存底啊一大趴，啊无咧用，规年烫天，哦拢囥伫遐，啊这可行性吼，听讲吼，如果若照利息吼，有利息钱吼，啊中央银行是愿意啦，吼，啊会通啦，法律上嘛会通啊。我唔知安老师你安怎看？这个主权基金吼，当然这我记得前我迄阵啊，大学时阵读册时，大家一直咧讲。对讲啊，讲40-30年啊。迄阵1980年代有咱台湾的出口，尤其是到美国吼，渐渐增加嘛。迄阵的外汇，慢慢一直咧累积有无吼？到尾啊，大家都因为迄钱真多嘛，迄游资足济啊，所以迄阵大家咧讨论讲，啊，何必？那无爱从这外汇哇吼，啊来成立一个基金，嘿，对外用嘿，好化。虽然你家己国内无做一寡投资，无你什么嘛伫外国有啊吼，像迄个黑石啊、等等有嘿，主权基金就去做各项的投资吼。不过其实吼，经济学家其实对这个问题吼，其实看法较保守。为虾米？因为一般人认为讲，啊，这个外汇其实是大家咱。生理人吼啊出口有诶无吼啊赚到诶钱啊交互迄个中央银行来做保管吼，所以其实伊迄个收益权是属于国家大家所有诶吼啊，所以你若要用这笔钱吼，照迄个经济学诶道理啦吼，当然全世界有诶，无完全照经济学咧行吼，就你若讲真正照迄个经济学诶原理来讲诶话吼，其实是国家变预算。你来讲有一笔预算，啊，相对迄款偌济，啊，这对外投资，啊，迄就较顺理成章，啊，伊嘛会受到一定的监督啦。因为我每年吼，敢若迄个国发基金共款，我就投资吼，啊，看这个 KPI， 对，啊，而且还有利息，是，安尼有可行性。其实若是安尼的话，我是感觉，因为全世界做的情况当然真特殊。啊，特殊情况其实嘛是要做用特别的做法，若无真正无法度处理这危机啦。啊，因为是咱面对川普总统吼，伊要叫台湾做一寡相关的投资，你若无这笔钱的话，真正真困难，真困难。吼，这是我跟你了解啊。当然，一般来讲吼，主权基金有时有麻烦，就讲会引起真侪迄个乌白用，有啊吼，还是投资错误，啊甚至为人上下其手，有等等，迄个监督的问题走出来。啊，当然你若这边。这大个代志啊，大家拢伫遐咧看，电脑无定嘛是一定的透明啦。我问过一寡外资的人啦，伊讲其实吼，如果若即个主权基金吼，你用即个有国际经验的即个华人也好，吼，还是外国人也好，啊，共同成立一个董事会，吼，啊你就来监督，啊监督啊定期有一个首长吼，一个 chairman 来国会报告，啊向。这个人民负责，对。啊，整个人拢一定讲到有脚有脚啊。有啦，全世界其实像迄个北欧的国家有无吼？迄个挪威啦、等等啊，因咧石油啊吼，因迄个开发的所伫，因都来成立一个主权基金吼。啊，当然新加坡是上有名啦，但嘛是吼啊，当然马来西亚嘛是有，啊，不过吼，你若注意看，真侪开发中国家若牵涉到主权基金的吼，真侪拢有 corruption。迄种嘢就是腐败，所以这问题我爱真注意啦。哦，这是主权我安尼问吼，其实是因为听讲是因为咧谈这个吼，啊，你要叫我投资，我就无钱，我就无亲像日本甲美国安尼啊。啊，王老师，其实王老师嘛有讲过嘛吼。王老师，你的看法咧？你说那个主权基金嘛？我这一方面会比较赞成央行的态度啦。啊。因为顺着洪老师的说法，我们不是联合国的一份子，
所以当我们台湾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只能靠我们的外汇存底。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被讲厝也无塞卡啦，没有外援啊，人家可以跟 IMF 借钱的，像韩国在97年、98年金融风暴，他可以跟IMF 借钱，跟 World Bank 借钱。啊，那亲像韩国迄种方式，我讲融资，用融资的方式，我租借，哦，啊，而且拆成，比如拆3-7分，啊，韩国敢若是91，日本敢若是91分哦。咱这个方式会使。当然现在看起来是要推啦，那推的法央行是有讲，其实我们现在做法是，我们是做中国研究比较熟悉，中国也是个做法。中国当初他大概拿出了1000亿的美金外汇，然后政府举债，所以成立了他们的主权基金，叫中国国际投资公司，简称中投公司，所以它就是他们的基金，所以他们是以一家公司的形态成立。那当然，台湾现在应该也会朝这个方向走。可是我觉得说，你与其这样，其实那你跟政府印钞票、举债不是一样？干嘛去动外汇存底呢？你干脆举债，然后去成立基金就好啦。那台湾现在还税收还超征，对不对？所以我们直接去透过财政部举债发债，然后向国际借钱，然后形成一个政府的主权基金就好，就不需要动外汇存底啊。哦，这嘛是一条路吼。但是咱若印操作起来会碰撞哦。还好啊，现在台湾经济这么好，而且就我们的负面思考，如果台湾现在的金融市场太保守，如果大家都借钱给台湾，那台湾如果发生战争，那美国会不会很紧张？所以债多不愁啊，大家都不会希望你总不会逼着那个大家袂使倒来的意思就是啊。对啊，你怎么会希望借钱的人？啊，赶紧来借钱的意思。对啊，所以我们应该在财政发展成台湾金融中心呐。哦，是哦，邱经济啊，你安怎看？其实我的看法不是讲吼，台湾是不是爱有啥物主权基金，啊去投资美国3000亿，还是讲2000亿，安尼的讲法吼？比啊？唔是，我感觉即马包括讲日本吼，包括韩国，其实川普画帕拉肯画出来这个数字吼，你看日本就好啊，川普咧公布日本的时阵吼，头下卡下的是4000啦。啊，尾啊，佮甲划掉讲啊，无啦5500来个用化，你敢知？啊，头顶佮写一15%，啊，佮拍车啊，吼，就是大家看无到底是毋是15%，尾啊讲哦对啦，5500亿15%啦。所以这两天大家咧讨论讲啊，台湾的3000亿吼，到底是要安怎投资？毋是讲台湾爱用什么主权基金，啊是台湾的外汇，啊是什么钱摕3000亿，就是9条的资金去美国，我感觉毋是这个代志。咱自3月份开始吼，就是台积电的董事长魏哲嘉去参川普见面的时阵，伊头讲的是，迄阵对我宣布是1650亿啊，啊川普嘴讲出来是2000啊，哦，迄阵对1650哦，啊到尾啊2000哦，啊即马讲3000，啊即马佮讲吼，啊台湾即马甲你公布讲20%，啊20%到底是毋是8月初7开始，嘛毋知影，吼，但是讲即马佮有2个条件哦。这2个条件是啥物？讲第一，是毋是台积电会当成立一个投资 Intel 49%，吼，就是入股 Intel， 吼。第二就是讲爱佮投资4000亿的美金，哦，啊，即摆4000亿是头前3000有算无？还是佮另外4000？所以吼，即摆人有一个讲法叫做川普吼，这叫做Trump always chicken out， 就是讲吼，伊拢足够花的啦 ，chicken out 伫遐。画工吼到底是偌济？啊，遮画好的人吼，啊，敢有签约？你若无签，你若无来投资会安怎？这敢若像当时威斯康星，川普做第1任总统的时阵，过档的去遐讲，我要去投资威斯康星啦吼，哦，迄阵足侪人讲哦，遐个花旗参啦袂歹啦，所以足侪人去参观的时阵，佮买花旗参，讲哦，这就是红海未来要投资的威斯康星。尾啊，郭台铭无去威斯康星诶，啊，敢有讲啊好。你这条小稿我记咧，你后日安那，就是讲，即马大家拢知影讲，川普 always chicken out， 就是讲，伊爱画互伊爽，啊画互伊讲，我欢喜吼，但是大家敢有签约，
日本参美国敢有签约，韩国参美国敢有签约，欧盟搁尾啊写来讲，欧盟到底是6500亿以外，搁爱甲买7500亿的美金的能源，哇塞！欧盟安尼加起来6500亿的投资以外，搁7500亿的能源哦，安尼后面哇，毋着拢做美国的生意就好啊。所以咱安尼看，咱实际来看，就是讲台积电到底要安怎投资亚利桑那？台积电的亚利桑那投资就简单呢，就是讲 OK， 比如讲2024年旧年吼。去年对伊来讲，每一年伊大概拢有安排大概300亿美金的这个资本支出，就是讲我就是开300亿，大概将近一条来起抢，吼。啊，第一年开300亿，第二年开300亿，第三年开300亿。台积电要开300亿，那即马画到3000，毋就要开10年。啊，川普你敢有在了做10年？所以即马大家拢讲 chicken out， 就是好啦，你要画偌济吼，袂要紧你画，但是。就做者嘛有讲，即个数字吼，包括啥物？包括辉达，本来黄仁勋是毋是北四科讲要伫遐起一个总部对无？尾来伊讲全部甲叫去啦，叫去白宫吼，两个公共来讲，辉达爱伫美国投资5000亿的美金，辉达就5000啊哦 ，NVIDIA 哦，啊所以你辉达伫美国投资5000，啊辉达爱靠啥？靠台湾啊，靠台湾的 AI 供应链呐，啊台湾的 AI 供应链。敢干啊？美国亚利桑那台积电这1650亿，这1650亿是魏哲家对股东宣布的哦。所以辉达这5000亿内面，台商会全部加起来的232到底有偌济？因为大多啊邱老师嘛有讲，这个部分大概占台湾的75%哦。这个电子业、高端半导体加大概75%，那其他的。其他是毋是会去有牺牲？其他的传统产业大概20几趴左右。加的什么工具机啦，吼啊，加是纺织传统产业加，加即马最近有一个杂志甲统计讲，大概有23000间，吼，会面对讲那20%扣落，因的经营会出现危机。大概这个金额有偌济？大概占台湾出口的2450亿。所以大家爱注意的就是讲，尾啊，那啥是20%啊，这个2450亿要出口的这厂商，因爱安怎去面对？啊，但是若个降落来，有机会个降落来无？川普上新的消息是甲大家讲吼，我毋是全面伫8月初7要开始实施，所以20%是毋是8月初7？就是美国时间吼，就是台湾的这个就是台湾时间应该剩1天嘛吼，啊，所以是毋是讲就是20%嘛？毋是，伊即马讲吼，伊一礼拜内要念232，要念这个232，做伙甲大家公布。所以川普就是 always chicken out， 就是讲吼，我吼今仔日安尼讲，我明仔载搁安尼讲。哦，啊，我后日搁安尼讲，所以吼，随在伊去讲，啊，全世界即马吼，除了伊讲了欢喜了吼，伊即马讲，啊，我上主要就是要参中国讲，因为我会开这个条件，就是因为我要对付中国，所以吼，我参恁讲了，我要搁参中国讲，吼，所以这拢还袂确定，所以大家慢慢去烦恼讲，哦，你看主权基金。若去投资，啊，是毋是咱的外汇就无去啊？这国家的财产，安尼是毋是会破产？吼，因为美国的投资这尔无确定，所以才先讨论讲，咱是毋是爱有用主权基金，用所有2300万人的钱来去投资美国？我感觉讨论这种伤早，因为变数足侪啦。这因为吼，谈判内容咱毋知啦，吼，所以消息就足侪啦，吼。所以我要先请教柯老师，就是讲。即寡传统的产业，咱嘛讨论过。譬如讲工具机，那是人工具机，咱的工具机是做了袂歹，但是咱来坦白讲吼，平均来讲，日本人的工具机吼会当用20年，啊嘛较贵。啊，咱的拢用5档，吼，啊会当客制化，所以吼真 flexible， 吼真有弹性，啊会当来去叫你处理，竞争力是在家，啊。安尼要互这个产业无去吗？还是讲转型，但转型嘛无遐简单呢？胡老师，的
对了，咱台湾的机械啦、工具机吼，这真有竞争力啦。吼啊，当然是，但是传统就是因为日本伊发展比咱较早啦。哦，所以一般即马啊，大家印象吼，嘛是讲哦，日本的品质较好啊，但是卖较贵啊。哦，啊，台湾较俗。啊，用较久。吼啊，但是即马即个关税，算讲伊搁减咱5个百分点，吼啊，搁伊进前日票较薄吼啊，所以讲毋知进前其实即马工具机，若你放有薪假，应该是拢差不多6月先去，互迄个汇率影响着。伊冲着。嘿，吼啊，但是咱一个来看，就是讲。后半年这个汇率袂搁遮尔强啦，袂遮尔强升啦，因为央行出来讲了后，啊，搁包括咱之前有讲过嘛，吼，这个美国财政部的这个汇率政策报告，就是咱烦恼的所在嘛，吼，啊，伊这个汇率政策报告的新的观察期间，就对7月1号搁开始啊，吼，所以央行有较侪，咱的央行有较侪空间搁会当调节。那此外来讲，咱即摆毋着看川普叫足侪人去投资嘛，对无？足侪国家啊，即个8月开始可能慢慢啊有一寡投资落实，你即个投资的资金去美国了后，你美金就袂阁报啊，对无？投资你若去走去美国，你美金是愈来愈强，对无？或者照你讲应该是安尼嘛，吼。啊，另外就是讲啊，其实今年咱一寡即个经济活动吼，本来你后半年为着要闪即个关税，拢又去顶半年讲，是哦，你看咱。第二季咱偌好，第二季迄个经济成长率7点多诶，迄连主计处都惊一条吼。后专单诶后挂诶啦，对啊，所以讲咱今年诶经济就是靠顶半年你有啦，啊有完了后半年你就仓库嘛拢底满啊，对，咱客户仓库底满，所以后半年吼，我是感觉烦恼就是讲，即个规个经济成长啦，照主计处讲，敢若1%，万岁无遐济哦吼，啊1%对应诶即个出口。你台票嘛无可能强，好，所以这安尼这资讯安尼综合起来，我感觉讲，咱的这个台票导致咱的这个工具机吼，因进行顶半年的这个经营这样的惨淡的情况，下半年应该是没有啦。那是这个因素没有了，咱就是会当专心对付关税这个部分，吼。那关税这个部分，他拄啊咱录影之前，我有甲阮。洪老师咧开讲嘛，我讲，这20%后壁是白啥物？吼，啊，这15%，咱来讲，这20%要2落15%，爱付出的代价到底划不划算啦？吼，啊，那种20%是现况的话，吼，啊，安尼其实你自家要互美国的这个钱，为着要降到15%，你自要互美国这个钱来帮助咱这个中小企业无较赢，吼，啊，反正嘛变开较济。好，所以讲这是这样可理的啦。这吼，我读一个文件吼，这就是政府发布的啦，讲对美协商的重点咯。台美产业贸易的结果互补，吼。阮会对这个建构台美高科技战略伙伴关系，这写了安尼吼，来寻求台美双方面贸易平衡的合理性。这个高科技战略啊，就是第7点，而且佫一寡国防的，昨仔昨日吼一个美国的这个国防科技的独角兽来台湾吼，就我国的业者国际布局需求去美国投资，我原料需求及采购如龙凤团处理美方关切货品贸易逆差的问题。这就可能就讲到这个美牛美猪啦，吼啊！这第三个，美国农产对我享有贸易顺差，且农业对我国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性，应该迅速纳入计算对等的关税。意思就是讲，是我买你已经足济啊呢，你要小拜托者。但是这个吼，根据我了解。可能甲这个基因改造的这个农产品有关啦吼，所以第4条以国民健康、国民安全为优先来进行有助着台美产业互利的互相对应方式。我要来问吼，洪老师，是这谈判吼，世界各国咧谈判的时候，敢有讲？这个会议室内面咧讲的，随出来讲啊，阮他讲啥，有这种的无？
我顶一遍咱甲有甲大家分享，就是讲吼，这边吼，川普这种做法其实毋是一般国际方面咧正统的担保方式啦。因为正统的担保方式是讲，咱若讲无好势，咱就莫阁讲啊，就不拉倒嘛吼。啊，问题是看这种办事，因为美国就用伊的市场，伊到目前为止也是全世界上大的消费市场，啊，所以大家爱可以嘛。所以用这点做要挟啦。做一个杠杆吼，就讲希望你，就是讲恁各国，就是要做一寡手段爱改变啊，就是一准就是要消去伊个美国对我吼大量迄个贸易的赤字吼，啊当然背后的原因就是讲希望你真侪产业投资，真侪宝贝，你有啥物宝贝拢摕出来吼，比如讲迄个瑞士就是制药吼。迄个诺斯啊，是迄个诺华，迄个罗斯啊，是罗斯啊，是迄个诺华，拢来我美国遮，所以药品伊真重视吼。啊，你台湾有啥物半导体吼，上好的、上先进的高性能的种迄个晶片吼，来我美国投资，所以伊要爱是这两项。准目前伊开出来是这两项，啊，当然佫有船啦吼。造船那种的由韩国等等来帮助吼，日本遐就是讲吼，伊要找一寡钱吼来。找稀土金属哦，稀土吼，迄金属，所以你看伊拢有迄个战略的考虑哦，所以这边这政策来讲，就是毋是一般的。老师，你的意思是无谈判啦。这其他这个物件是咱真在乎，但是伊是假货。是啊，我有一点要甲大家分享是讲吼，其实一般来讲，咱的高科技半导体吼，这一类吼232条款哦，啊，当然就是讲对等关税。咱台湾是冲击较大，就讲20%喎，啊，日本、韩国15%，迄个传统产业。其实我来看是吼，因为传统产业毋是讲往伊个产值个出口的来看，伊有真大量的就业。哦，所以这种对内部迄个社会安全冲击，爱真重视。哦，尤其是咱中南部遐，我家己住彰化，我知影，真侪人开始拢迄个无薪假吼，一礼拜做几工尔吼，啊，迄个银行讲迄个拍销。迄个准备率嘛，开始咧传，所以其实这后手，尤其是后半年的情势，当然无一定啊乐观啦，吼。啊，当然当然是国家拢爱准备，因为这世界大家拢去拄着嘛。我像瑞士遐年啊，我家己伫德国读册，我知影瑞士人是足认真拍拼咧做工课的人，因为迄种山嘛，无啥物无资源，迄拢来做拍拼的，因遐工作时间其实是足长的，毋是讲那个欧洲啊吼，毋是瑞士遐人做拍拼。啊，你看因咧研究迄个种全世界上早的铝啦吼，迄其实是瑞士遐先发展出来。迄个表啊有无？手表啊，迄个巧克力啊吼。瑞士人讲吼，我的巧克力甲我的表啊，对你美国国家安全的，应该是无做成啥物款的危险的。啊，你哪个一言不合吼，佮本来迄个讲本来是26等等吼。提升到39%，哦啊，所以瑞士的总统、副总统拢经去向华盛顿要提出条件投资啦，所以是川普就是爱因来投资要抢啦，啊，所以其实同款的这种命运啦，就是讲这边拄着是川普，所以咱其实也有一寡特别的做法，啊，所以我讲过当然就讲吼，咱咧谈判的时阵，还是讲咧最开放的时阵，其实迄个咱传统产业这方面要真重视，因为我认为吼。高科技的物件，因为伊的毛利率较悬，佫真侪是迄个产业，大家拢爱可以，不可或缺。所以电脑吼，伊迄个谈判的 bargaining power 较悬。啊，电脑是一种利润较低，这种传统的产业吼，伊较无这种甲大家发拍拉克的一种力量。所以电脑是政府爱出面，对因爱真大重视。我是真好奇，这谈判的时阵，咱的姿态是啥物？王老师吼。敢有一种好啊？你要爱我的晶片啊，但是我这农产品啊啥的，你就小可照顾一下，大的会使袂？咱是这种，还是讲好啦大的？你讲啥物好啊？我倒来研究一下，咱到底是倒一种啊？我们大概是让主持人想是后面那一种，不过谈判谈成这样，应该我们要有一点信心，我们还是有一点骨气。如果什么都接受，那就不会是20%。王老师，你的意思是讲，无你来一张来就是30啊？对30就已经降到20啊。可是这里面还是有一些困难啊。我觉得政府的方面，第一个我们还是要回过来，这个川普要什么，跟我们的困难点，就是讨论很多啦。这节目也讨论很多。第一个，他要降贸易逆差嘛，所以我们还是想着说，我们的东西怎么出口到美国？
显然跟川普想的不一样嘛，他要降台湾对美国的出口嘛。那我们那边还想着我们出口怎么办？那第二个来讲，投资方面的困扰就是还是一样啊，美国没有工人啊。如果美国有工人，那日本也不会烦恼，韩国也不会烦恼，台积电也不会烦恼啊。所以问题，川普或美国的问题依旧没有解决。那么回过来看我们的话，其实几位老师都提到，觉得，农产品的，刚才昨天有提到，农产品事实上有安全的疑虑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们通过政府的采购来替代农产品的开放。对啊，我就想过，我这 idea 唔知会使，咱就买来陆军啊，空军啊，去靠你的美军啊，买来互恁吃。我们还可以捐助给非洲的啊。或者是一些战争中的来做瓦膏啊，对啊，所以其实对美国来讲，可能你开放市场我还要卖，可是你直接给我个配额6000万叫台湾接收了，那我们就全部买了，你也不用卖这么辛苦，还不见得卖得到6000万，所以我们透过采购来替代一些方法，我觉得那谈判可能会顺一点，可是还是回到邱老师说的啦。你为了降到那5%，有没有必要放这么大的挂嘛挂还这？那你现在回过头来，最后要强调的是，日本跟韩国虽然谈到15%，现在在喊冤呐。就日本说我的5500亿只是打棒球的那个球员签约金而已，我没真的要一下拿出5500亿。那韩国说我没有要完全开放美牛跟美米的到那个市场啊，所以谈判的内容还有争议。换句话说，台湾也不用那么悲观，说不定日本跟韩国的关税会从15%跳回来跟台湾一样。其实即摆大个是吼，变做吼，你讲啊，我无比伊较差安尼啦，吼，全球拢是受害者。但是我要问刘真子啊吼，川普其实心肝头是真知哦。伊嘛真知讲，我一旦来即个税率若种起悬起来，我国内即个通货膨胀，我家己嘛制裁袂了。对啊。所以就是讲看像的 chicken out，吼，胆小鬼游戏啦。对啊。哦，看像的先松手啦。但是咱的国家较小啊，经济量体嘛较小啊。其实嘛袂使讲吼，咱国家。小哦啊，量体小吼，像咱大概日本的1/5嘛。啊，大家讲啊，那安尼日本5500亿，啊，咱就1000亿就好啊，对啊，啊，就1/5嘛。所以我感觉嘛毋是安尼讲吼，其实即马全世界去参川普谈判的时阵吼，真正大家拢伫遐画帕拉肯。啊，即马佫有一个叫做一个投资各自表述，就是讲啊，你美国安怎讲啊，我日本等于日本安怎讲吼，我家己对国内家己安怎交代，你美国安怎讲，我后面家己安怎讲吼，其实拢是一个各自表述。你的讲法参川普嘴的讲法拢无共款。其实你头拄仔问讲啊，咱的谈判的代表到底姿态是安那？我问你哦，咱的谈判代表敢会使伫遐讲？啊！你要叫台积电投资3000亿，啊无好啦，我等下参魏哲才参详看卖啊。伊敢会当去答应讲吼，台积电爱投资偌济？所以这是一个无可能会谈出来结果的代志嘛。所以你安尼讲，即马伊甲咱公布最新的吼，就是20%吼，但是啊，佫有包括台积电爱投资偌济。其实在受理，大家拢讲吼，即马你来了解Trump always chicken out 是啥物意思？就是 tackle 就是章鱼啦，吼，章鱼就伫遐踅来踅去，啊，摇来摇去，变来变去安尼。所以嘛，毋是真正最后的结果。所以我自头到尾就讲，我感觉无遐尔悲观，啊嘛无影讲8月7全世界开始哦啊，后面是偌济。啊，越南是偌济，啊，英国是偌济，就是拢定出来，就是安尼。所以大家即摆伫遐讨论讲，啊，川普到底伊的意思是安怎？伊到底是要爱啥物？其实伊要爱对4月初2到即马，其实伊已经达到目的啊。所以伊即马足欢喜的啊，伊即马足骄傲的啊。我谈这3个月，我美国的关税我加几来条的即个收入，所以伊感觉讲伊即马吼人气足旺的。所以无定着伊会使佫加做一任，嘛无一定吼，就伫遐咧想伊家己的代志，伊根本无咧管你讲
啊，你美国、你日本甲我讲5500亿，啊，到底是什么物件？什么物件？啊，佮加什么融资？吼，啊，韩国你到底是即个对一个部分吼？伊即马伊无咧甲你注意这个细节啦。吼，我感觉，但是伊会掠大诶吼，敢若像讲，伊嘛捌讲过威斯康星这条小，伊嘛记甲足清楚诶，因为川普是一个足够扣分的人，所以咱即马谈判的代表应该是讲 ，OK。你提出来的条件 ，OK， 那会当答应你的，吼，包括农产品，吼，啊，包括政府会当采购的，包括军备，吼，各项遮的物件，咱会当政府来决定讲，咱的中央的预算会当去做的代志是啥物？啊，但是咱的谈判代表都袂当替民间遮的企业，袂当替台积电，袂当替伟大的供应链，拢袂当替因做决定啦。所以所以我一开始我毋才问刘真志啊，讲啊，主权基金是毋是会当来解决这个问题？无法度，因为到即马毋是讲咱用主权基金去传播讲，啊无我到台湾的主权基金，我投资你2000亿，啊要投资什物？其实伊即马做侪物件，包括伊的页岩油，叫做 rain check。嘿，啊，包括有无 AIT 公布迄什物太空什物站，迄大家嘛看无讲啊 AIT 公布讲咱要啥物做一个什物太空什物站吼，啊到底迄是要做啥物？所以你嘛爱实际啊，实际就是讲 OK， 比如讲阿拉斯加天然气吼，啊这个部分，咱是毋是台湾包括大属企业，包括中油会当投资你偌济去甲你开发，吼啊这个部分数字是。每一年爱偌济，实际情形是啥物？这都会当讲。啊，大家甲这物件拢讲个清楚。啊，包括咱的军事这个采购到底爱偌济，这会使讲。啊，牛肉、猪肉这啊个什物农产品这会当讲每一年的经历到底偌济。吼，所以这是我感觉韩国的代表、日本的代表应该拢安尼谈的啦。吼，啊，另外就是讲你的市场要开放无？哦，包括印度，啊，你都唔开放互我就甲你用较重。其实伊嘛是拢咧谈判，但是一个结果，一个投资出来的结果，川普讲的参这个国家伫国内讲的，完全拢无共款。所以大家嘛免伫遐讲啊，这个像这个立法院啊，讲咱咧谈判拢无公开透明，啊，这安尼是要安怎公开透明？就是你爱甲。叫郑丽君讲，你爱转来先甲台湾讲，是甲国内讲，你谈判的条件是啥物？你才会当去讲啊，川普到底这条要接受无？这条要接受无？后人安尼谈判的，所以在野党就讲吼，咱无公开透明，啊，这种谈判对以前301，对以前拜托，啊个直播，啊像即马咧法院咧直播，即马法院要安怎直播啊？所以我感觉这吼是拢伫遐咧政治扰乱，因为即马立法院。民进党是少数，所以拢用这伫遐咧扰乱，讲爱公开透明，爱有全台湾的人了解，啊，全台湾了解要安怎参部讲，伊遐尔啊干巧，对无？都有可能先对外公布。是啊，但是吼，柯老师，那真正拢讲好啊。咱行政院也发布新闻哦，讲吼，阮甲美国讲好的物件会送立法院来审议哦。审议是法律名词吗？吼，啊是，如果你若立法院甲我否决，我是毋是爱登去到美国来讲？啊是，这是啥物定数啊？其实吼，持平而论吼，那准则讲，遮尔正经遮尔大条的投资的话，是的确爱立法院通过啦，吼，因为咱是民主的国家啦，吼，那所以讲。这个甲外国谈判，就是敢若一个程度方面，就敢若你甲外国你谈迄个自由贸易协定，哦，共款你就是爱让渡一些主权嘛，对不？所以讲你就是爱有这个建立国内的共识啦。哦，啊，即马这样呢，实在是诚如他都有经济来讲安尼，就是咱即马国内无共识安尼，啊，外口搁甲川普安尼，哦，以这么阴晴不定的对手的谈判吼，所以讲的确是压力很大。但是吼，我是感觉讲咱即马讲的他拄啊迄个新闻吼，今仔新闻讲啥物？台积电川普伊谈 CNBC 讲台积电37亿吼，
啊，搁有即马可能坊间讲啥物，咱经济部长伊讲了闹高，伊讲啥物事情要加吼，我感觉这个吼都还没有出现在川普的 Truth Social。好，因为当初伊迄阵啊，我看到迄新闻讲日本甲韩国爱投资偌济吼，我就去加伊的Truth Social，然后我每天去上他的Truth Social看有啥物新的广播，我感觉因为川普伊的个性就是好大喜功嘛，哦，伊即马伊若讲到这个，跟他哦，有一个影，他就会在Truth Social啊讲啥物讲哦，伊这样呢大胜利啊啥吼，在他的那个社群面，即马拢无啦，所以讲。拢无的关系，我感觉可能不至于是咱怀疑的什么黑箱，因为他就根本还没有谈到。无定案，未定案，定案了，你若像情况这么大的这个投资，他会把它也给它当做一个大胜利嘛，他一定会放在Truth Social，吼而且咱即马咱讲咱在对等关税20%吼，我嘛无看到伊互咱总统的批呢，因为伊进前每一个国家，包括日本、韩国、欧美赛。伊的批伊拢甲大爱出social，你可以把它download下来看。哦，它2页 PDF， 哦，2页 PDF， 但咱还未收到呢。哦，所以讲，这个我即马掌握的资讯啦，吼，敢若应该是还佫有转换的空间啦。佫咧说啦，佫咧说啦，吼，毋是最后啦。但是吼，我嘛是要来请教洪老师哦，共款一个问题。咱过去不管是服务贸易，还是ECFA。因为有签约，吼，所以你看伊有心渣，是，但是伊这就是拢无约啊，无签约啊，啊要是要心渣啥物？难道你看伊讲袂使？你等去讲，安尼就爱等去讲吗？是啊，安尼啦，贸易的这种谈判吼，从照一般法律来规定，就是讲你若有牵涉到关税。这一定就是要经过立法院，好，就讲你若因为国家迄个跟你迄个主管的形式嘛，迄个要扣偌济关税，任何关税变动，就是咱讲要对咱老百姓有无？讲对于讲你法律有规定，那无一般来讲你啦。但是迄是其他的国家，毋是咱国的国家。是啊，就是讲一般，因为咱是对外，那是类似迄个条约啦，哈，嘿，条约就是你得要经过立法院啦，这是一般。因为咱到目前为止吼，当然咱讲迄个，即我了解的，就讲2014有吼，迄太阳花服贸的代志无吼，迄阵就是因为咱两岸情况我真特殊嘛，吼，所以咱有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啦，所以一般我到尾啊，就是讲你讲迄个什么贸易迄个谈判跟监督啊，吼，监督，其实到尾就是个两岸迄个人民的条例啊，在底下修改，适用，底下修改，吼。迄是两岸的问题。那一般对其他的国家，无针对贸易嘛，无特别法律，所以一般是讲照迄个条约的缔结迄个法律来行。所以你若照迄个这条约来讲，就是讲基本的讲，你若有牵涉到关税，就是一定就是要上立法院审查。就无条约啊！如果若无条约，要安怎？因为到尾啊，因为咱阵开放这方面也未讲到，开放这帮一定会牵涉到关税。那王老师你安怎看？所以主持人问到关键呐，其实我们有去看一下，当然老师是专家。那第一个，美国要调降关税是美国的国内法，或者调升关税它的国内法。所以他现在原本是说要把我们调32嘛，现在你去谈嘛，是我们给他条件啊，或者他暗示明示我们什么条件下他可以降到20啊，所以20或32都是他的国内法，所以是我们自己提出，某种程度是我们自己提出的条件，像他说你这样可以降到20，去改变他的国内法，所以某种程度不会有条约啊，是我们给他的协议内容，那你川普决定，所以变做咱的协议的内容，爱提互立法院看。对，我再补充一下，因为到尾咱国内这面嘛是爱开放，而且咱开放这面其实就会牵扯到关税，我讲的是这意思。对，所以我们的协议。谈出来协议当然送立法院，可是不会有期待说美方会出一个正式的协议，因为它国内法是我们刚求啊。那所以立法院说，你没有协议啊，川普没有签名啊，那你自己掰的条件。这到时阵反对党是要安怎来监督？其实安尼讲啦，吼，到时阵若确认了吼，
比如讲汽车到底是不是会调整关税？包括这农产品这到底是要安怎进口？咱应该是经济部跟财政部参关税有关系这两个部门，爱去立法院做详细报告，就是讲这波安尼谈了，到底有啥物物件爱调整？所以经济部跟财政部一定要去报告。报告立法院敢会使无好管？我感觉可能性足少的，就是讲你这袂使退转去，你汽车哪会使个哪会降这个关税袂使。退转去定讲，这是无可能的代志。是因为最近有一寡在野党的立法委员讲，这个是爱立法院通过才会使。但是咱爱了解讲，即马哪个别的立委，就是咧扩权。这个扩权包括，其实足侪人讲一人1万块这个代志，其实毋是立法院会使决定的但是即马因为无法度通去大法官视线嘛。因为大法官拢无够人所以这是赖总统家己爱决定讲，到伊目前的声望、佮政治的这个地位，伊到底要安怎决定这件代志？这嘛毋是讲 OK， 立法院通过了，你行政院无安尼做袂使，就是爱比较讲1万块嘛是立法院通过，所以这个关税谈了，若无立法院通过，恁拢讲的拢是白讲的。白讲的了，敢有等于佮甲传播讲歹势，阮的立法院讲这白讲的，所以无尊重，无可能嘛。到时阵变做疗效安尼，就麻烦啊。因咧讲的，因反对啊，变疗效，但是我真惊后手就变成政治事件。这个政治事件就是社会会出现着这个反对运动。就是讲你这袂使，你这种拢安怎出卖台湾，安怎安尼？我觉得应该还好啦。那我刚刚说一说，如果谈判结果是说，如果像汽车关税要降到0，可是川普或美国国务院没有签名或授权，那民进在野党就说，那你自己说降到0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觉得川或者是美国国务院亲自找蓝白的在野党领袖过去说，这是我美国说的，你要不要反对？那就看把球丢给蓝白的在野党，他敢不敢反对？我补充一点嘛，我感觉即马这个要执行嘛是一个困难的。你袂使讲我只有对你美国降关税呢？对，那不是违反 WTO 的最惠国待遇的非歧视性原则吗？叫别国家过呢？对啊，所以讲这后边要进行，我感觉嘛是困难。这大乱呢！老师你无讲，这无收到呢。我们有补问一下业者你像那个宾士的，假设一般的轿车入门款200万，那德国制造，那美国制造修理车300万，因为现在零关税，所以美国修理车变200万，那消费者会买修理车还是买轿车？其实我来补充一下因为到时若公布了，有一寡是可能爱修法的问题不过我举一个例，过去这个美猪美牛伫咧蔡英文第一遍选总统选无掉的时阵，迄个时阵伊做在野党总统是马英九嘛但是伊是在野党的党主席，其实迄个时阵是反对的，因为讲依照咱国家的法令咱的食品卫生法。照这个标示，这个食品产地啥拢爱照这个标示尾迄个时阵阮无这个法啦，尾就是到苏贞昌迄个时阵有修法讲就是爱安尼做就是符合讲会当进口的法令，所以就是你若照咱国内所有的法令目前袂当做的代志，到立法院会当修法，所以。过去都足侪这种的经验，就是你公布了，讲美国都安尼要求，无修法，修法要过，是唔过，就是对，就是安尼，伫立法院开始乱，但是像柯老师，我就看到头拄后手的谈判这策略规划政府佫讲，甲美方进行全方位的沟通啦主席本案是美国贸易代表处、商务部、财政部。积极协商，这头一个对台商有重要投资甲贸易的州的层级的官员、州议员加强表达诉求，讲我有要来啦，
我所知的吼，大叔吼，因为这开采这技术，向招去美国吼去看迄个页岩油的开采，吼，这可能也算在内，我唔知啦吼。但是意思就是讲，美商团体甲美国商会五国的供应链关系密切，是美商团体要强化联系，游说左右游说啦。老师，你即马讲这吼，应该是咱即马互美国的条件，吼，对不？因为你即马讲这资料应该是已经确定互美国的条件，所以讲这条件就是换这20%，就是20%，吼啊！但是你即马若要去15%，不，因为你即马你这资料是进前的嘛，对不？后20%，但是即马做这代志，加232条款的这半导体就无关。232条款这就是另外一个，比如讲可能跟台积电。